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傲然哥哥啊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《螞蟻報恩》。一天，螞蟻來到河邊，想喝水，卻不小心掉進了河裏。就在它快要被淹死的時候，飛來一隻野鴨。它摘了一片樹葉迎給螞蟻，螞蟻抓住樹葉，終於爬上了岸。螞蟻對野鴨說：我一定會報答你對我的救命之恩。過了幾天，螞蟻在河邊玩，突然看見一個獵人正在將弓瞄準野鴨。螞蟻衝到獵人腳邊，狠命地咬了他一口。獵人突然感到一陣劇痛，箭射偏了，野鴨得救了。野鴨高興地說：我要好好地感謝你。螞蟻說：不用謝，我很高興，終於有機會報答你對我的救命之恩了。呢個故事教我哋要做一個知恩圖報嘅人，即係人哋幫過你嘅事，你要幫返人哋。下次見，拜拜。